恐慌嘛，大家抢购嘛。其实这像口罩不过是抢购的，不是一下子就需要那么多的。对我保证上说5天以后这个口罩一定会跌价，就是希望大家民众了解，不必那么恐慌。已经可以很快就可以查验出来，需要隔离的、需要继续治疗的，这样就好。所以这个预防的方法，基本的那些洗手啦、戴口罩啦，注重自己的健康啦。那么我还建议说，希望这个假如太冷的话，这个 SARS 的传染性特别强，我们保持温度高一点。比如说有空调的话，你维持在20度以上的话，因为 SARS 的话，这个冠状病毒不管是 SARS 对热比较敏感，你在超过20几度，它的感染力就会明显降低。这样的话，因为什么都是冬天容易发生，就是因为冬天就特别适合它们繁殖，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提高这个室内的温度。我刚才进来讲，你不要再放冷气了，通风就好，不要放冷气，因为你现在这放冷气就变成10度以下了，所以说维持15、20度以上。这个活性病毒性就减少，我想这个观念也要增强。我们现在是口罩的话，我现在讲政府，你当初就不要讲说限制，禁止出口，你就是再多这个厂商生产线，台湾的很多主要生产线，你就在加班。你看本来卖2块钱，变成卖8块钱。你假设这加班钱给厂商，拜托你们提早员工出来生产，因为生产这个口罩根本不要什么高级的技术，一般工人现成的就是加班就可以做出来，这才是根本方法。你不能说又禁止口罩造成恐慌，对不对？变成一个人本来买10个够，他变成我也拜托张三李四都买了30个，那当然不够嘛，对不对？那大陆现在是实际上第一线人才更需要这个防护衣跟目镜。其实我们台湾现在防护衣目镜库存太多了，老实讲，很多医院的库存太多，你这个不用。等一下已经过期也要做会，何不利用这机会保持我们的善意，捐献给他们一些，有什么不好？对不对？不要就这个站在这个意识形态立场上，好像就是幸灾乐祸。我讲个这样子情形，我想这个心态让大陆的人民了解一下，我们台湾其实80%的人还是很善意的，希望帮忙人家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台湾跟大陆是关系最密切的，我们受影响最紧接的。你不帮助他，等于不帮助自己一样嘛。所以我现在是站在医生的立场，出于说，我们借这个机会表示我们的善意，那促进两岸的这个和平，不管在经济上，要是我们这整个建立和平的关系的经济上也会好起来的。